确实认定歌唱是正东五路的陈日清，现时在某单位服务，是一位业余性的老牌名歌星。陈日清就是民国43年灌唱《怪先生》罗大虎迄一日走红了后，继续灌唱有将近200首的歌曲。这回专工来参加本大会传是最风台迄一日。迄早起呀，天青青，忽然总台，所以两人走去徛在一间的庙内。虽然风台来阻碍，游山远水的起台，叹机会。求着心灵替阮来安排，何必两人照着心愿，愿心何将来？早起呀，天青青，忽然总台，将阮两人关在庙内，心头袂自在。恐惊爸母全不知，为阮两人心悲哀，离黄昏。花到风台，愈做愈厉害。只是两人无顾一切拼。